霹靂布袋戲是咱台灣真有代表性的文創品牌之一，因為特選布袋戲樣仔做甲真水，真儕人會買來收藏。不過，煞有人用仿的來賺錢。這恒春分局最近接到一個日本的布袋戲賣報案，講有一個人呢賣以6萬8一身布袋戲樣仔，落尾才發現講這身布袋戲樣仔是假是仿的。警方查證呢，就趁這兩個人相約當面退錢時陣，佇台南高鐵站抓到這個變身啦。穿白衫的查某人對行李箱內底提出進前，甲穿烏衫查甫人買的布袋戲樣仔甲武器，要求對方愛甲6萬8千塊退現伊。但甲雙方攏確認好勢，埋伏佇邊仔警察雖表明身份準備抓人，因為這個查甫人佇網絡用仿的布袋戲樣仔共拐錢。這個是他的，你是沒有？我朋友。屏東縣恒春分局最近接到這位日本民眾的報案，講是霹靂布袋戲的戲迷，上愛內底這身青陽子的角色。4月份佇網絡看到台灣有人咧賣伊的紅仔甲武器，專工飛來台灣買，想要到轉去日本才發現去買到仿的。警方表示，霹靂布袋戲是台灣真有名的文創品牌之一，嫌犯用假貨來拐錢，佮騙甲國外去，真正不可取。與被害人合作，在本月7日相約犯前於台南進行面交，警方當場見機不可失。一舉將犯嫌逮捕個案。甲真的甲假的放做伙，若是要一搭去比，實在真惡分。這位日本收藏家嘛是有資深戲迷來提醒，進一步去甲霹靂查證，才知影防騙。業者表示，今年到今已經有超過10件詐騙通報，除了打廣告提醒民眾愛佇咧官方認證的管道買以外，嘛有教民眾會當透過董事長的簽名，也有雷射票啊等方式來認明正版的紅仔。像木偶的話，它會有木偶編號。偶一編號、購買日期，還有購買通路，就是他來這邊取貨的時候，基本上我們都會幫他就是登記好這些東西。しながらこの事態を知った御社が迅速かつ的確な対応で法的措置を講じ、これらの違法行為を阻止し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に大変感銘を受けました。警方表示，嫌犯已經按照違反著作權法甲詐欺罪移送法辦，落尾會繼續縮減追查假貨製造來源甲銷售通路。記者柯秉哲、柯家族、邱超雄、屏東採訪報道。